你敢有注意到，咱参加婚礼时阵，咱拢会看到，无论是新娘、新妇，也是媒人婆，头壳顶拢会插一蕊红记记的花。你敢知影，迄是啥物花？人啊嫁出对无吼，查某头壳拢有插迄花吼，就是叫做春仔花。插红色就是男方的亲情，粉红啊色的就是女方的亲情。因为结婚上好啊，欢喜啊，大家拢嘛爱插一个花安尼，毋则较喜气安尼。毋过较早的春仔花，拢是用红色的线一连一连慢慢啊填出来的。早前的查某囡仔大汉了后，拢爱学做剪纸。填春仔花就是其中一项，坐踮咧桌仔头前填红线，填呀填，希望家己嫁人的时阵，会当伫头壳顶插一蕊春仔花，嫁一个好翁婿。后来有一寡查某囡仔手艺较好的，就会替人代工填春仔花，甚至嘛有几个庄头的查某人拢咧填春仔花，甲处理补贴所费。因为以前拢男尊女卑嘛。查某人就是爱做女工啊，尤其你若要结婚的时，好野人吼，伊会请师傅来教大小姐插绣啦，做啥个款嫁妆，这是实际的一个大庆先生因阿嬷的代志。15岁是甲遐嫁妆拢做好，18岁结婚。台湾人的传统礼俗，查某囡仔家己亲手填出来的春仔花，是代表喜庆欢喜。不过即马看到的春仔花，差不多拢已经变做是用塑胶，也是用布简单做的。早前迄种查某囡仔亲手用红线一连搁一连慢慢啊填出对未来5万的春仔花，即马拢已经真罕见啊！敢讲除了老师傅，即马拢无少年家会晓做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讲到花这项物件，在咱的语文啊，也是讲文化当中，真侪有花的意涵。有一句话叫做“卖茶讲茶香，卖花讲花红”。另外有一句讲，教咱做人的眉眉角角，讲这花就爱插人头前，唔通插人后壁。在咱的生命礼俗当中，还袂出世的查甫囡仔叫做白花，还袂出世的查某囡仔叫做红花。若讲到这个花呢，今日要来讲一种花，这种花呢会当予你福禄添寿全，而且会当带幸福予你哦。伫我身躯顶着这蕊幸福的花，所以今日有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咱的客厅，要来开讲。头起先要来邀请到是文化部所认定的人间国宝陈惠美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惠美老师呢，加做人间国宝了后，有这款的责任，爱传承着伊真好的工艺甲手法，也通过着这个文化部的考试了后，经过着文化部敬人来加做老师在学界当中的艺生，叫做李基珍。那欢迎李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开始要先请教老师啊。等等，这2种物件，你哪有这2种啦？一蕊是红色，一蕊是水红色的吼。这就是通常咱一般就是嫁出的时阵，咱拢叫做春仔花啦。只是讲伊是塑胶做的。为什么这个结婚爱用这款的花？我即摆要搁甲恁叮当，咱来看这2蕊。嘿，迄是塑胶花做，不过咱正传统的是，这是用线去弹的。这比较起来，当然就是我这塑胶看起来当然是简单版较疗效。当然老师你这用线去填的，这应该就是这当然迄就是功夫无同款啦。意涵嘛应该是无同款。老师会当甲咱小简单讲一下。好，因为咱工业社会了，人工、手工迄拢较贵嘛吼，那如果以生理法来讲，塑胶紧的用机器啊，发好济啊，就一大堆啊，不过这是咱的文化，咱生活的文化。古早咱的耆老传互咱都是爱用线去弹，所以我现在摕这风看的是，真侪人讲哇，即马现代较水，其实这不是现代，这是古早的，上传统的。所以完全无共，你看，伊这为人佫讲是布做的，那手安尼单干安尼金闪闪。对，就是讲，伊可能是迄个线材质嘛，可能讲你线电的迄个较幼路，
所以一甜起来有迄个光度。光度啊，要光度嘛，爱有方法，毋是讲你手摕来甜，都会有光度。对，既然是安尼，老师你拄仔讲到迄个爱有手法嘛，甲功夫嘛。嘿，啊，佮有口诀。口诀。嘿，对。哦。嘿，老师你是文化部的迄个人间国宝，我想要甲你要求一下，是点一下功夫互阮看。会使，我即马就是会使创，互恁看一下吼。我先摕这简单的啦，这是创好的，互恁去比较。一般这两个你甲看，这个甲这个同款型可，不过伊的滴起来感觉会无同。因可能用3条线，还是4条线，安尼按照去甲缠绕，甲创哦满。啊，这边嘛是同款，技法一样，用线方式无同，用线的方法也无同。伊佫有一个口诀，叫做松甲紧。松紧。就是较凉较暗安尼。嘿，松就是较凉，紧就是较暗。不过松紧这就是爱家己去体会。体会了，对啊。其实若个讲较深入的来讲吼，松就是面的表现。面的表现。紧就是线的表现。老师，我想要请教你讲，伊是安怎什么款的情形，伊会当做到亲像安尼？伊这下骹这个底啊，这片是安怎来的？伊是啥物材质啊？这片吼，咱基本上拢用纸棒，古早是用四色白啊。四色白啊？四色白。因为纸嘛较高一点。纸有较高，因为取得容易嘛，较容易摕到，所以就用四色白啊加，也是讲咱的饼仔啊。拢通摕来做纸棒，不过即马因为现代社会有真侪纸啊，什么西卡纸啦、灰铜纸啦，佮有石头纸啦，真侪纸。即马咱都会摕起来做迄个纸板的应用，去加，这就是较现代的即马的纸的型。这等于讲纸棒先加了对啊？对，因为古早是阿嬷教我，就是爱用加用。目睭去看，爱加，所以来学正统的人，唔是讲互你纸棒，你家己爱练习，开始练加纸。其实加纸有一个好处，就是对线条美感的一个慢慢的回用。就是为这加纸先建立起来的，对吧？一定人讲啊，你是安那，真浪费时间。不过你真正要为正统，我感觉讲，这是。必要爱行的一条路。安尼老师就是即马假使讲咱纸已经纸棒已经加好啊，要开始做，要安怎做啊？要怎做就是爱用缠绕，爱剃线。纸棒你先想好，其实这个形就是上基本的半唇，半唇变一个，底下就变一个唇形。这是上基本的，咱若初级学的是安尼，因为还未进入迄个打板设计，所以我常常甲学生讲，你就是爱从优化方法的法。优化就是咱，可比讲阿嬷，咱祖先耆老留予咱的方法。咱爱学到伊的精神甲内涵，咱学到了后，你知影传统的命是安那，因为伊拢足有智慧的，会佫会使修身养性了。你才会使去做有无法的物件，无法就是做家己。你要安怎创作，迄是你家己，无啥物对唔对。不过有法的时，你就是爱走。我感觉这条路是一定爱安尼行啦。正统的物件，因为你要做一缕春仔花是足紧的。不过我感觉迄路真短，你也是爱甲蹲马步，人讲蹲马步，爱甲功夫。所以古早人是讲3年4个月，我感觉迄真有道理。你爱去体会规个过程，甲等于是咱人生的一个真侪咩咩角角。对。你体会了后，你知影这个物啊，你后摆做创作的物啊，再甲人无共。因为万能高楼是拍地基，拍地基。安尼，老师今仔会当甲咱教讲这拍地基这工课要安怎填无？会使啊！阮即马做一个书签。
我先创一个示范互你看，好不好好好好？我这已经做一半，哎，吼，咱就是爱缠绕嘛，加半唇，啊，缠绕加用起，伊个一个方法尔，足简单的，其实讲起来嘛是真简单吼。哎，这剃线，剃线，啊，切丝，啊，你买使用铜线，哎，啊，买使用不锈钢线，即嘛真济吼，啊，通啊来用，这线爱叫吼。叫我棉叫我春，叫我嘿嘿，啊，袂使互凉气哦嘿，凉气伊线伊就会走去啊。来走位，嘿嘿，啊，你两面你试看，但一个一个速度爱慢，爱办嘿爱慢，袂当有露白，哦，吼。袂当跳抓了对啊。嘿嘿，啊，你若看到安尼露白，你就搁退倒转去。哦，吼，习惯一定要养成好，莫养成坏习惯要来改，足歹改。哦，我正要教互你的是，我会使甲这线甲锁伫后壁，伊都袂走去。哦，先安尼搞掉好了，你试看卖对。哎，感觉硬到呢。袂走袂走。好，来，我知，咩咧？啊，有啊，你无有啊？小等，即摆已经开始拍架啦，插嘛。线一定拢爱有哦，直哦，有无直伊就，伊线就凉去，你规个就拢凉去啊。老师，你做这样呢？做安尼一地，你爱做偌久？我无去算时间呢。真的哦。啊，足侪人拢会你问这个问题对啊，我感觉有当时看心情呢。哦。嘿。安尼请教我哪做？我请教基金老师，你这填这一地爱偌久的时间？看你抓型的大细地。哦，啊，若像这款一块块仔囝，一块块仔囝，你爱填偌久？差不多5分钟。我感觉填5点钟拢填袂。哇，老师，我感觉真正袂得劲呢。因为你新手嘛，吼，新手你较无熟，其实这足紧的。伊搁一个动作尔，就是一直缠绕，啊，袂使互伊有。我已经跳抓呢。你有跳抓？对不？我看我是毋跳抓去。来，我甲你顺者，我看你创了有好无？放弃啊！唔好放弃，袂使放弃。真正袂使啊！其实吼，咱你做这吼会使修的，会使修家己修心放空，放空。嗯，我看这里，不过安尼佫做了袂歹呢，你较谦虚啦。我真正就是。无，我再甲你完成，好不好？无紧，老师，咱较定。我继续。录影录刷，我家己家己甲电好刷安尼，我家己电好刷安尼。我所了要请教就是咱的基金老师啊，像吼，你看我拄则安尼吼，骹手混沌，我真正就是讲做起来真正是无够美丽啦。也同你当初时，你是安怎接触到一个春仔花？啊，你新开始你迄阵学的时阵，敢有像我遐尼爱笨蛋安尼？我差不多是6、7年前。我去看表演的时，在两厅院的礼品店看到老师春仔花的鱼糕迄边，看到春仔花感觉那这物件足有工的，就去查讲到底啥物是春仔花，结果查了才知影讲原来是咱细汉的时阵看到迄塑胶的春仔花，感觉足有工，就直想讲要来学。安尼我来请教老师啊，听讲吼，你之前还袂做春花花，之前你是做。配调的对不？因为其实老师今仔日你找来这作品啊，包含就是咱所来要讲的真侪物件，都是老师你接触到这春仔花了，才开始去找找去研究的。老师你伫咧找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先问你好啊，讲为什么你会先来做春仔花，就是对配调就要做春仔花。因为我看到春仔花时，我是伫高中。上班的时看到，我现在足惊艳，因为我有一个同事，伊要参加舞蹈比赛，伊是迄个台艺大学生嘛，就请我一个同事甲伊做，名义伊查甫的哦，伊就讲伊要做，伊编一个舞，就是爱有一蕊春仔花。嘿，我第一届看就足惊艳的，我讲这名足水。第2年伊要搁参加比赛，因为有吊顶，搁编的舞内底爱搁一蕊春仔花，所以搁做，所以我毋咱问讲，安尼阿嬷有迄个名义甲阿嬷姓嘛？讲阿嬷有要出来讲价无？这遮水的物件，因为听讲阿嬷现在年纪足大的，沟通了的是他阿嬷讲答应，所以伫台湾公寓所迄个华阴街遐有一个教室。阿嬷正伫遐教，
伊是第一遍嘛是最后一次，伊拢安尼无私你甲看，90岁的一个老师哈，一般迄个观念拢会传内不传外嘛，所以伊甲咱教的是哈，阮咧学的是阿爸拢定定讲，我啥要甲人学，无人要甲我教呢，哦，因为迄是饭碗，所以你看伊的心胸有够大，所以我真感谢伊啦，因为若无阿嬷迄届开课教，我当真拍拼。台湾今仔春仔会的局面，都不是这款的。我即马回头安尼看，真的爱感谢伊啦。安尼老师像你，就是对这阿嬷学这春花会了后，其实你去做比如讲是台湾也好，还是讲离岛也好啊。即讲到这个春仔会啊，你踮在这电影当中，你有发现到什么？还是讲较趣味的代志，跟咱分享一下？可比讲黄锦堂老师收藏家，我嘛爱感谢伊。伊嘛拢拄着。我感觉我拄着一路走来吼，可能老天给我这个任务啦，我是安尼想，即马回头，伊感觉我足拍拼的，所以伊拢会甲我，我拢讲，常常跟他们讲，学生讲，拢小天使都会出现。所以我足感恩的，就我讲啊，我即马想讲，我要来知影爱什么代志，因为咱一定爱互人知影一寡较正确的观念啥，咱就是一定爱去找。修总家嘛，黄锦堂老师甲陈达明老师真正爱多谢因，因是客家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啊，其实这是几年来，我拄到一个蔡先因阿嬷，我即马就讲我迄12支内底，其实有8支是爱玉阿嬷，另外4支是迄个蔡先因阿嬷。我拄到因孙啊，因为阿嬷无伫的，伊互我看因阿嬷做的12支。因为从来唔捌看，伊讲伊细汉的时拢甲阿妈去南部学，所以我认定，因为前面迄个4支，咱即摆看南部有的造型，迄是南部的，我就感觉讲迄套是南部的造型，因为即摆嘛外口嘛无当较无看到，所以我伫迄个蔡先阿嬷内底看阿嬷缺的4支，不过我无用伊的形，我。用看伊的形，我去诠释，我用另外4支，所以有这12支的北部的春仔会出来。讲到这12支花啊，讲这个新人伫咧结婚的时阵，头壳顶所插的这个春仔花吼，除了这红色以外，其实还有真侪意涵。不过，什么款的人要插什么款的春仔花，这其中也有真侪眉眉角角哦。咱先休困一下，确定继续来讲。拄则讲到讲吼，结婚的时阵，这新娘啦，或者是做人大家头壳顶爱插一个春仔花。老师请教者吼，为什么因爱插这春仔花？啊，春仔花为什么又个叫做春仔花？春仔花迄个春吼，春的是咱的台语叫做春嘛，所以人讲盛的意思，有良乡的意思。那所以人你讲年年春，年年富，年年买大厝。搁一个春天是不是万物新生命拢开始出来？所以它意涵很好，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对。老师，既然这插这花，听讲有真侪眉眉角角是？是，唔是讲头壳插红花就好哦，伊有辈分之分。上重要就是有几支啊，咱即摆来小介绍一下。对，老师今仔在这顶头总共有12支对无？对，有12支。恁即摆看这支，这个就是福禄古树。古啊？鹿啊？鹿。这2个其实拢福禄古树啦。福禄寿。所以老师福禄双全。伊这个形体是做鹿啊，我有看有4支脚。这鹿啊，这鹿啊内底伊有福寿草，有蝙蝠，有官帽。这就是婆婆怪嘛。婆婆怪就是。这类乌龟，这类是女方妈妈，还是阿嬷怪？不过真趣味的代志，咱古早的时拢爱查甫一定拢爱比查某迄边较好。你看查某这边无官帽，查甫有官帽。你讲这只，伊这顶头有一个官帽，官帽，查某迄边无。所以这边是迄个未来大家这边爱用。这大家怪，对。这是查某妈妈怪，传统的，还是阿嬷怪，
啊，即马有的人可能因会感觉讲伊无爱传统，其实伊要挂绑面啊，因为这内底12支拢是祝福的鱼池，都是很祝福的花啦，哈。啊，咱即马讲新娘，新娘就是这个石榴。对，因为迄个内面有足侪籽，下流内面有足侪籽。因为古早是农业社会嘛，农业社会就是丁要旺啊，拢手工啊，机器真少，你囡仔济，你就通斗做工课。对对对。新娘家嘛有官帽，啊边啊已经有2个香福啊。香福。嘿，双福它是蝴蝶。哦，这个是蝙蝠，那个是蝴蝶，所以带一支就会使，免带甲2支。好，它已经有香啊。好，啊，搁过迄个这3支莫黑白乱挂。哦，这3支袂当无，因为有身份地位。身份地位的差别，哈。啊，即马这是5号花。5号花。5号花是即马今嘛挂，婶婶舅妈。哦。好，即马阿姊嘛、阿金嘛、阿姨呀，哦，挂。不过注意，就是讲你若去饭店的时，有看到人那会挂红色的，有的挂粉红色的。好，迄是长辈。啊，若讲较下辈嘛是同款，查某迄边拢挂粉红色的。查甫迄边拢挂红色的。好，啊，你就通啊分啊。可比讲你是查甫这边的亲戚，若看到粉红色的人客，你就去甲伊招呼一下啊。就知影讲迄是查某迄边的亲戚啊。咱嘛是地主嘛，哈。爱去甲人招呼一下，这就较好分辨。好，啊，可比讲这是康乃馨，这是母爱。好，啊。这里是梅兰馆梅花，因为梅兰，因为是谐音嘛，它是梅花。其实很多东西我看拢是人定的啦，人定，都是往好的想，哈，好的想去好。再来这个就银牙灰，圆满，这什么人要挂新娘要挂这类嘛无要紧，这就是较无传统的啦，对。啊，过过这里是玫瑰花爱情，这里是后期稿蝴蝶，福气到。啊，牡丹富贵，玉兰花满室生香。啊，百合这类是南部甲北部拢有的型。百年好合。啊，就是这12类安尼。12类的。这是属于北部的型。北部的型了。北部的型。这拄则咱讲到这花这12支啊，比如讲有新娘啊，有大家啦，吼，家己妈妈媒人婆啦，阿金啊、阿金啊，因拢爱插这个花。要插这个花吼。新娘嘛，就是咱嫁出来，就是插一摆了后，这花感觉爱留的，还是讲有啥物禁忌，还是讲爱做的？新娘迄个花上好是留起来。是安那嘞，因为迄是有老师讲的啦。伊讲新娘，咱大家拢抱着祝福的心，拢去甲新娘祝福，所以迄个花磁场就好的。大家祝福拢伫伊遐。爱藏起来，这朵花一定爱藏起来。你通藏你的房间内底，你若要生产的时，你就把迄朵花藏你家己头壳顶，藏一个肚子藏一个，讲足顺势的。有人起来还甲我讲，因就咧讲，即摆离婚率是毋是足悬的？就是这朵花拢黑白断弹。咱即摆若真正有足水的这个春仔花吼，咱都爱甲留起来，通藏起来啊，通藏你厝里做一个装饰啊。因为我感觉你对啊老师讲离婚率较悬，可能伊是用塑胶的啊，塑胶较容易买到啦，较容易买到，较容易做。对啦，对。我过来请教就是老师啊，就是讲吼，咱拄啊讲到这个12类是，其中你拄啊讲到一个阿嬷，我老师阿姨阿嬷伊就是有8类。我个是看到南部的蔡仙阿嬷伊12类，我伫遐看，我再个用伊的。摕4类，算讲阿嬷无的，包括用4类入去内底安尼，就变12类。但是老师你摕南部迄个4类起来，这4类的手法你是用我家己的诠释，用你家己。因为我看伊的物件了，用阿嬷甲我教的物件，我去诠释伊的4类，有差的位甲伊创出来。老师我请教，迄2个阿嬷因其中的这骨力类当中啊，因的迄个度感是，也是讲花样，其实是差不多亲像
你讲百合花，这是南部、北部拢有的，但是讲数量较侪这部分，敢有定塔，比如讲鹿啊啦、菇啦、石榴啊，这是比如讲南北部拢通用的，拢有的。嘿，还是讲老师你其实有其他的无同款的元素扣入来，斗做12类啊？无这12类是本来就有啊，这等于是古早传落来，就是阿嬷传落来，甲蔡姓阿嬷有传落来，我用伊的方法用看伊的物件，用我的方法去诠释迄南部的物件，因为南北还是有分不一样，迄地域性，嘿，你讲有。好老古是有古甲鹿啊，嘛是拢有啊，南部嘛是有啊。不过诠释的方式拢无共。用途拢共。用途拢共款。嘿。怪成分嘛共，咱连米汤去做一个比较。嘿，对。所以要来请教就是咱的基金啊，是讲你进前啊，你伫咧两厅院看到老师的作品嘛，就是讲老师的作品当然是足水的，因为看到迄老师的作品，一定是有真侪是包含老师创作的迄个作品，也就是迄个时阵看了后到落尾啊，你真正来学，落去真正去填像我拄则安尼，也这之间的差别，你有认为讲，其实做这作品是无简单，还是讲？你讲这无啥，这甜的就好啊！你是安怎想的？开始学是感觉真正无简单，因为伊迄照常老师讲的，纸爱甲朴手去加，对，所以你爱甲纸加好水，加好顺，这拢爱用足侪时间去练习安尼，所以无简单。对，线要甲填起嘛是爱直直练习才有法度，嘿。所以你咧做的个过程当中，你感觉讲你碰到上界大的困难是讲爱开你足侪心神的爱做是哪部分？较多人讲的头前爱学加纸，迄个时阵是较困难。所以你迄时阵是练这加纸练偌久？迄个时阵差不多逐工拢爱加，对，逐工爱加，才加会顺。逐工爱加才加会顺。对。既然讲到这春啊花啊，老师有讲到伫南部、北部，甚至是外岛的所在，拢有无同款的形体。究竟这其中的眉眉角角有啥物款的无同款，有啥物款的无同款的做法呢？咱小休困的，较等下继续来讲。有真侪工艺，拢会因为所在无同，有无同款的讲法。春仔花若是伫咧客家庄，就会讲产花；若是伫金门，就号做吉拉花。其实伊拢结婚用的，可是伊的形体无共，技术咧要点的拢共款，用线方法无共，用线嘛无共，最大的差别就是造型。传统的春仔花工艺有路，无论是色水、形体，拢是代表吉祥。常常看到的有菇、鹿仔、百合花、石榴等等，每一款的春仔花都有伊特殊的意涵。乌龟甲鹿两个都是后老修，因为以前农业社会主流都是祭祭嘛，子孙满堂，百合伊的意义百年好合。搁一牡丹富贵，所以伊这拢是祝福的语词啦。小小的一支春仔花，代表台湾丰富的文化内涵。伫喜庆的场合，穿好水水，头壳顶插一蕊好结条的春仔花，就是对新人上好的祝福。即马真普遍，大家拢是讲春仔花对海绵塑胶讲足爽的。其实伊是足细致，伊是用线纹弹出来的物件，就是要互人有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生活的风俗的物件，对伊的期待就是往下扎根，搁伫国际上面发扬光大，把咱的文化互世界人拢看到。讲到这春仔花吼，虽然伫咱的生活当中会当看见，不过也要来请教老师讲，这春仔花啊，自阿嬷时代就有，表示讲伊的历史一定是要一段时间咯。老师，这上早以前出现春仔花是当时啊？其实这些还是无可考啦。无可考，因为如果讲较远的来讲，其实唐朝是你有看因的，人家拢有点花黄。搁，比如讲宋朝的是，迄阵阵就有皇帝，甲遐禁书考掉的人，
要甲宴客，因拢会插花嘛。好，我们就从以前这样。不过真正春仔花来讲吼，会使安尼看伊的，因为日志上无讲写当时，真的是无可考。啊，会当讲是伫清朝开始伫福州啊、漳州遐有诶移过来咱台湾啊，所以南部鹿港迄边都甲厦门的形足共的，吼啊北部阿嬷伊就是他自己有等于地域性，无共才开始有。所以讲起来，应该是清朝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有这种东西。慢慢就开始食的，就是迄个春仔花吼。啊，老师拄则讲到，就是讲有地区性的款差别。啊，既然讲到这个地区性差别啊，就是老师啊，咱拄则有讲到这个北部、南部，啊个金门，是不是无同款的族群，有无同款的这个春仔花的形态？是毋是请老师甲咱解说一下啊？咱即摆就南北拢叫春仔花对无？金门叫吉拉花。吉拉花。嘿，啊，用途金门有较无共甲客家，客家咱会讲也是客家长话就贡花。咱若讲到客家的，就是贡花，吼，恁即摆看这规箱的，吼，这即摆迄个传世的物啊，这看较济，吼，啊，花枝啦、花簪迄都较少，嘛是有。啊，咱即摆先来看这个闽南的南北，吼。无同款的位，你甲看，边边是新娘花，这北部，这南部，吼，以它样式，啊，伊迄个技法也不一样，啊，拢红线，啊，拢结婚用的，啊，这是福禄姑绣，嘛无共。因为伊迄鹿仔形体就做无共，伊这南部伊这介像是用凹出来，凹出来用缠绕的，嘛是嘿用编的方式改用出来，吼。哦，真趣味啦，就是南北诶无共的物件，吼啊，这里就是南北拢有的百合嘛，吼。咱即马看金门，吼，金门这伊有分大吉小贵，其实因还阁有一个大春小春啦，不过最近较少，就是一般结婚节，听讲拢一届因拢一个装一个装，所以拢亲情。啊，若结婚的时，一届拢要几百支的呢。几百支啊！因为村拢有这个喜气嘛，这个村庄内底有迄个喜事。因比较特殊的是一个火烛罐。这是青屯的时候神明挂的。哦，神明拢有伫挂这，像咱青屯爱换。啊，不过阮迄阵阵啊去做田调的时，有一个敢会讲放40年，伊迄个火烛罐40年。哦，过年是因用。啊，有的是拢甲放去，啊，有的就过差不多15个啊啥都摕落来，冇安尼，吼，这火烛罐，啊，搁一个客家，吼，即摆若讲宗教的问题来讲，吼，就是金门加客家，客家伊这就是其实这拢嫁妆嘛，哦，拢放伫神明道顶头，哦，像咱即摆插青花共款两盆啊，啊，因就是用这贡花来做，啊，像这拢全是嫁妆品。嫁妆的一部分。嫁妆的一部分，因为吼，我有去做一个调查，就是迄个桃园大庆先生啊，我叫大庆先生，他还不错啊。我去甲采访，佮看因阿嬷，迄是因阿嬷留落的物件，嘛是做这个贡花。啊，不过伊吼，伊讲伊两箱已经足歹啊，拢甲要本来两箱要摕下解，伊搁摕一箱起来，我讲啊。你哪买两箱拢摕起来，足无彩吼。像古早人咧收破洞的啊，伊甲内底花拢摕掉的，因为茶较有价值。啊，其实内底花比迄个较有价值，迄是也是足无彩吼。可是因捌宝啦，那没办法。啊，若讲宗教就是金门加客家有用到，像讲客家这嘛有迄个通草嘛是辟邪，吼。啊，这个是真早期的是我教学生啊，是第一个迄个贡花的纸形，迄个纸的纸板吼学生啊去做，吼，伫上古早的是因大家拢有啦，拢有做一箱出来，不过有影花很长时间，因为客家跟闽南无共的位，伊的形较大，而且颜色鲜艳。对。好啊，咱即摆讲迄个大庆先生，迄就有考据了。伊讲10岁是厝的人，因为做地的生意可以富家人嘛，厝的人都请师傅来教迄个因阿嬷做车绣啊，是做这春仔花。15岁讲都做2箱，迄2箱拢做好。18岁结婚。这是有实在的一个有
访问到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类物件，拢是嫁妆品啦。因为古早人要嫁娶，早囝仔要嫁，所以才绣品啊，才拢嫁妆是爱家己穿的啦。啊，像讲花簪啦、花叉啦，还是讲贝卡名城的吊饰啦，迄较少啦，还是有，不是每一个客家庄拢有哦，那都是大户人家才有这个东西。拄则老师讲到这个佛祖在用的这个，就是敢若算是甜花这个佛祖观吼，这个说法。讲到这佛祖观，既然是拜拜，这嘛是拜拜。其实逐尾咱的生活当中，佫一种春夏花，这是本村，对，这是本村啦。本村花，对，即嘛就是闽南吼。其实，讲起来，金门甲客家，它是现在做的那种用的。宗教顶头，不过咱即马你看咱闽南的部分，咱有看到本村花，最近可能这2-3年都真侪人拢用伫宗教顶头，吼做芦花、金花，也是讲本村，因为感觉村仔花做起来较水嘛，要敬神都用摕较水的啊，所以恁即马会看到真侪，做本村就是用村仔花去做，不过这是2-3年才有这个代志，唔是古早。加金门也是讲，客家安尼用伫宗教顶头，对，因为就是毕竟就是讲，这饭村是插伫饭顶头，对，过年的时咱才有用嘛，就是希望讲，这饭会当春来有剩余。因为我所看这内面用线落去填的这个吼，敢若特别是佛祖观这内面，伊是金色的。老师，迄张纸是啥物意涵嘛？伊这是金透金蚕。透金蚕，一款技法的对啦。技法，因为伊的用线嘛无共吼，伊这 QQ 线，伊感觉讲用金的，因为金啊古早嘛足贵的啊，他用金来代替金啊，来个用这个方法让它个金色的会透出来。对，所以其实迄是伊的做法，其实甲咱比如讲像南部北部的真无共款了，对啦。伊的技法，等于是。无共的诠释方式啦，其实拢是淡，都是缠绕，对。安尼既然讲到这个春啊花啊，我想要来请教的是咱基金老师，就是讲，你怎你伫两厅院的时阵看到老师的作品，迄款的创作了后，到今嘛你也开始家己落去学，家己做老师，甚至是家己开始创作了后啊，你一路行过来，包含就是你今仔日早你的作品来，你有啥物款的想法甲感受的？因为我会介意想要做春仔花，除了是伊有工以外，再来就是伊背后含有的好的意涵。所以我感觉这个部分是很有趣的，所以再想讲要来学，学了后就感觉讲，因为这是传统的嘛，咱应该现代人无一定。传统的物件无一定定定拢会当挂在身上的嘛，所以就是想讲要转化做较现代的，所以就是再想讲伊较简单的做一个吉祥如意，一个羊角，伊迄个羊通吉祥的祥字，所以就是吉祥，如意是伊头先我画版型的时阵是为如意的形开始画的，慢慢凹，再凹出一个羊角安尼出来，所以叫吉祥如意。对，这边这个是台湾，对我迄个台湾是用霞做的，霞，霞，对，霞就是喜，蝴蝶嘛，蝴蝶代表福气嘛，所以这叫喜福，这是最代表四季，就是春夏秋冬，对，就是以四季的变化这当中，就是甲台湾包做伙了，对吧？伊的顺序来多少是一个数学符号的无限。对，所以这个祈福无限。讲到这个老师拄则呢，一开始就讲吼，这加纸帮啦、学电线啦，这是优法。到最后呢，就是你家己就是学了通透了后，才有法度转做步法，就是由你家己内心所想要做的、想要家创作出来的时阵，透过就是这个机器练较熟了后，才容易家创作出来。所以即摆呢，对这个优法变到步法了后。较顶下就要来讲到这个传统机器，行到现代要安怎来创新？咱小休困一下，较顶下继续来讲。伫
我的身躯顶吼有2项物件，一个是传统，一个是现代吼。我身躯顶嘛有甲一个老师你的作品，先问老师啊，就是讲，这个金门的这个大结啊，这为什么用漆涂做啊？因为取得容易啦。哦。因为木材甲竹子，因为一般咱拢有。其实咱的迄个闽南的传统，莫讲金门，阮古早的是阿嬷的，嘛是用漆涂。哦。嘿，那因为咱竹啊是咱家有出产的嘛，而且你看咱古早是迄个厝围，迄个一个砖头上拢是竹啊嘛，就是取得容易，而且你古早是，你讲金属啥，迄拢足贵的啊。啊，讲到这个有一个传统以外，像我身躯顶有甲一个老师的作品，就是现代这个新版的这个春阿花吼。因为拄则老师讲吼，对这个有法到无法，就是讲我看老师真侪作品呀，开始行入到这个艺术创作的这个部分。老师你为什么当初是有这款的想法，想要来做这创作的？其实我感觉讲，互我会感觉讲，咱传统文化啥啊，拢到尾人讲拢失传去。伊无甲大环境结合，这是足可惜的。你看咱一寡传统的迄种耆老的智慧会用出来的物件，啊，你讲像讲这春阿花这么细致的东西，你互伊无去足无彩呢，我遐你接受这时，我阁看到别位啊的，因为拢停留伫讲就是结婚用的，足无彩，那像安尼是一定会被淘汰掉。所以我就咧想讲，应该爱甲大环境，爱甲时代进步，咱嘛爱甲对时代行，咱嘛爱用伫生活顶头，伊毋是结婚才用尔，所以伊的空间足大的。所以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就会朝这个方向，我会去行。所以老师其实你就是这创作这作品，你后来你嘛是有出2本册嘛？对。老师，咱想要请教，就是讲你。除这个传统的春阿花做以外，你当时开始做这块艺术的创作啊？这迄阵阵啊，其实我对阿嬷咱即马讲一个，我是感觉讲，即马的少年人真爱注意，就是人讲工艺伦理，也是你的人品，我感觉这即马迄是感受啦，我对一个感受，我对阿嬷我想这你若要问伊丁伊就知，咱伫上课的时，伫我的学生，我上课的时，我感觉因为阿嬷我知影伊对社会贡献足大的，我上课的时，你顶头就是会使放一粒红线，有色的线你拢唔好放，是啊啦，咱做会到，咱对阿嬷的尊敬，我感谢伊，这一点，搁有一点，咱科学的证明。颜色会混淆你的思维，咱这拄要学这个物仔尔，你才起步尔，你要蹲马步要学的时，你就互遐个颜色甲你吸引住，你就袂专心去学这个工艺。上基本的，其实要做一缕春阿花足紧的，不过咱唔是要做一缕春阿花尔，伊文化的物件后壁阁有典故的，阁有伊的精神，咱是爱学这个物件。你要学这个时，你就爱专心，专心把这个学好，就是讲有法。我常常讲，有法变无法，有法的是有对甲唔对啊。有的人会感觉即摆现代都唔是安尼咧，都搁较紧的物件，我无法创一个，还是讲我安尼来要变的就好啊。不过迄是当然迄嘛无唔对啦。不过我是感觉讲，你既然要学传统的物件，我感觉行的路都袂使安尼去行。因为传统的物件，你搁几百年后，这个物件嘛是要存在，伊毋是流行，毋是像手工艺讲我今年流行啥，明年流行啥。传统咱的文化，咱的生活文化，袂当安尼。我真坚持啦，甲大嘛是共款。咱做会到，咱对阿嬷的尊敬，而且科学有根据，讲你要学这个技艺，你都爱真专心，甲伊的上传统、上基本的，像咱嘛爱分线。爱分线嘛是有的人分无好，就安尼变做人讲剪不断理还乱。迄嘛是一个对你的修养，你有静心下来无？我嘛是很坚持，你一定爱用一条线爱分4个，一定爱去学，袂使用拢分好的一条线。我传统的物件就是安尼啦，这个坚持我到现在我感觉讲，迄是爱做的物件。
其实老师你讲这话吼，我是伫咧真济在人间国宝艺术身躯顶嘛，当看到因有这款的精神啦。那其实老师今仔日除了就是咱都要讲到咧传统这个概念甲意涵以外呢，是想请老师甲咱介绍讲，你今仔再来到现场这你其他的这创作类的作品呢？这吼其实讲嘛是有故事啦，因为我春仔花吼，我遐说你做的时，伊真可怜，我古早是咧做皮。伊依附在皮的下骹，不过我感觉讲伊正重啊，一定爱互伊一个位，所以我感觉甲伊用一个位置，早期的时真正一路行来的时互伊一个位的时，我就是想讲，要让他独立的时，我是毋是爱有一个米仔汤来，等于是甲伊一个纪念性讲伊独立呀，我就伫想讲，12生锈嘛是咱的传统的物件，所以我就用春仔花的最基本型纯型，我去设计这个，因为咱春仔花的花不是做花鸟，伊叫做花样，所以动物嘛拢会使做，我就伫12生锈开始做，第一年我就做鸟鼠、老鼠，鸟鼠，咱讲刺鼠，拢用半纯去设计，足拄好诶！我感觉老天好像有刻意安排，你知道？从鼠开始，那代志从处开始，春仔花就开始发扬光大。足拄好诶！一年都是处女，所以还有这样的意涵伫诶。我真感恩诶，一年就做一只，拢用半纯去设计这12年，12年做好拄好我70岁。是做刷了做凉，够好，够你讲有鸡，迄嘛是拢有去观察，看安怎做啊？用开始用立体，本来是平面，盖是基本上变立体，立体就是拢看会到嘛，迄就是一个过程啦。其实食的，可比讲你讲鸡来讲，就是咱伫学的拄正基本的石榴，石榴是一粒圆的，不过你若加个。学制图，因为我隔壁有教制图嘛，讲好迄个客家的是有教制图，你制图你就看讲，你迄个要咱甲用作立体物件，拢一步一步来啦，一步一步来，我感觉莫急，莫急，咱看到这头前老师你是讲用一个喙墩形落去做，到落尾后来如果看到迄个像是。菊花、万寿菊，中迄条应该是珍珠对不？所以老师佫包含就是这个是仙人掌的这个部分啦，这应该是拢是对这个本地春仔花拍底了开始有无共款的材质落去结合啊。对。老师你哪会想要讲有这款的创作方式？因为我本身我其实是古早我是真正我的本业是皮革啦，因叫做皮革工艺，雕刻是内底一部分，即马分足油的，不止雕刻，这是塑皮塑，我就用皮材质去甲，想讲会来结合啊。这个是皮材质的，皮内底要有轻粘土，轻质土，钉起来就对了。用皮，这是迄个羽毛的梗。就是迄个家门讲后边去扎的对啦。本来是要用金属，不过惊讲金属有时候会受伤，你想讲加来用羽毛也是可以表现出来啦。我要说请教技真啊，因为我看你身躯顶嘛有挂一个，就是这个等于讲是春仔花变形的一款创作就对啊。你学这春仔花了，你嘛开始家己做一个创作了后，你认为讲你对这春仔花的工艺啊，就是讲一个甜的这个技法当中，你有啥物款的期待甲想法，还是讲你未来有想要做啥物款的无共款的部分无？是因为我即摆挂的这个就是进前甲老师在学，甲迄个线链的。阿鲁米线顶悬，连伫咧阿鲁米线顶下。是，就做参照迄个反骨的星空的感觉。对，顶讲珍珠就是天上的星星安尼。因为除了幼钢以外，过来就是有好的意涵嘛，所以我会想讲要把这个部分给它带到现代安尼，所以就变讲我们可能会用较简单的线条来去做。可能是即摆的人较介意的色，因为一般人春仔花拢会感觉拢是红色的嘛，其实伊有其他的颜色也可以去表现就对，所以会想讲要安尼把它带给现代的人。
那老师对这个传统工艺，即摆个行到老师，你本身有创作这个文化艺术类的迄款其他无同类型的创作，你对这个春仔会工艺，你有啥物款的期待无？即摆春仔会就是我照讲已经推广甲已经有20年啊。哦，不过嘛，要足侪人拢唔知影呢。我只有当过去上过这个门，还是真侪人唔知影这个春仔花。可是即马顶头10几年拢是迄个年龄层啊，因为即马外口学生真侪，伊嘛有拢伫做推广。可是我感觉咱这个物啊，因为生活文化的物啊，就是你古早时，你每一个家庭大家拢会晓。所以我即马会往下扎根，好。往下扎根，就是去学校、小学，就开始互因知影讲传统文化是什么物件，嘿，开始安尼，因效果袂歹哦，囡仔拢真会接受，这我真欢喜啦，嘿啊，个是咱一定爱去国际，吼，即少年的去国际去参加比赛，还是有活动啥，尽量去参加，互人知影咱的文化是啥。这是真重要。你讲像这，你讲这类花，就迄阵阵啊，咱蔡总统去中南美访问的时是做伴手礼，幸福逢春。所以就是用咱台湾的传统工艺，对，做一个上好的外交礼物了，对。对，还有祝福，一个祝福的意义，嘿，对，嘿。所以其实咱伫咱的台湾传统工艺当中吼，面对着这个现代社会，伫现代社会当中吼，真侪人是求新求变，颠倒是袂去讲着迄个台湾传统工艺有真水，而且真有内涵的所在。亲像拄则老师有讲到啊，亲像遮尔水的这个春仔花，有人甲伊当作是现代的产品，事实上伊是传统的工艺，这个有法的部分咧，甲伊所贴起来。好加在呢，有咱的人间国宝，咱的惠美老师伫咧传承，而且还有一个少年辈的基金老师甲伊接起来，互咱的传统文化会当一代传过一代。今仔非常欢喜，也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甲咱分享遐尼多，非常多谢。谢谢。讲到这个春仔花会当传达到幸福的意义，透过一条线安尼一直甜啊，一直甜，甜出着咱的人生寄望，也个咱的心意，食做咱幸福的台湾味。各位观众朋友，你心内面的台湾款是虾米款的？赶紧走找咯！那后礼拜同一时间，请你来收看《这是台湾款》，来再见。